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
大家平安。今天10月18日，从今天我们开始要来读加拉太书。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对当时的人有许多的提醒跟教导，也愿这本书也成为我们在信仰上的建造跟提醒。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到主的面前，透过诗歌，透过圣经的经文，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的神。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都归于你，荣耀尊贵都归你。
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你说话，命里就立，你吹起旧的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全能的神，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愿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与赞美的祭，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敬拜。我们的神，你坐在宝座上为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更多你的恩典与祝福。亲爱的主，我们要将自己献上，让你来带领我们，让你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去领受全能的上帝的恩典。愿主你的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也在当中也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主，你说话，命立就立；你吹气，我们就得着生命。主，让我们生命里面向你来欢呼，向你来赞美。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也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所以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10月18日，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我是使徒保罗，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的选召，也不是受人的委派，
而是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指派的。我和跟我一起的信徒们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基督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时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愿荣耀归于上帝，世世无穷。阿们。我很讶异，你们竟然这么轻易地离弃了借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而去随从另一种福音。其实并没有另一种福音。我这样说，因为有人前来骚扰你们，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其实，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天使，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受诅咒。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我再说，无论谁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他应该受诅咒。我这样说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吗？不是，是要上帝的嘉许。难道我想要讨人喜欢吗？如果我仍然想要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让我们再有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今天的经文，也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在保罗书信当中，常常都会有一些教导，以及基督徒的生活的指导。而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当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其实也是通常都是因为教会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写了这些书信。也就是其实他虽然人不在那当中，也持续的在牧养着那个教会。其实这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比较不一样。其实我们都很不喜欢以前的牧者来插手，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其实他比较像是现在的主任牧师，而他开拓的可能5间8间的教会，这都是他所在牧养的。而在那当中继续在牧养的那些，比如说提摩太、提多等人，比较像是在那当中牧养，或者是用现在看，或许是父母在牧养的那个地区。虽然他不在，但是他关心的那地方，很多消息会传到他当中，他可以去处理。当然，如果用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一个离开了牧者，并不适合再回去处理他原本教会的事务。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依然在关心着他们，保持了联系。这些人也常常也为着他接下来的传道事工在奉献。所以这也让我们去看到这许多的事情当中，其实保罗依然关心着这块土地，关心着这些弟兄姐妹，依然要牧养着他们。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也跟他依然有很强的连结，所以在当中也或许有些事情让他来处理会比较好，因此他也出手在当中跟他们讲：你们生命里面有许多问题，在当中有许多问题，你们要来做调整。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一开始就有讲到说，当我们前脚一走，后脚就有很多人进来怎么样？进来带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换个方面来看，应该有很多人在质疑保罗不是使徒啊，保罗他是什么身份？他没有跟过耶稣，他凭什么说他是使徒？所以开始会有很多人在质疑他，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让众人也开始在质疑保罗是不是使徒。另外一个，有很多犹太人会进来说：你们要成为基督徒，你们就要先跟我们一样成为犹太人，你们要接受割礼，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守很多节期，你们这样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以前也会有一个词叫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他们要先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而在当中也会看到有很多的福音，有很多的东西进来，其实有开始变形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有很多的警醒，我们要先成为怎么样的人。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开始有很多犹太基督徒在我们当中出现，并不一定这些人并不一定是犹太人，他们开始说我们要守犹太的节期，我们要过犹太历等等的，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让我们很多的警醒在当中，而很多人在传的福音是他自以为的福音，很多人他甚至对福音不熟，对圣经并不熟，但他还传的是他自以为的福音。所以在当中也就带出了很多的异端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有许多的异端，当然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有些人在质疑保罗并没有错，因为保罗以前是在迫害教会的，他也没有跟过耶稣。在保罗第一次出场的时候，也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司提反要被打死的那一刻，所以特地也讲出来，保罗在当中他也有份，甚至他也拿了那个衣服。所以在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人所聚集的地方就有很多的问题。这也让我们回来看，我们教会是不是也依然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其实不断的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也不断的在反省自己，我们的生命走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也会来看这些书信是不是在对我们的教会在讲。当圣经里面在讲到说给加太的各教会的时候，并不是在针对某个教会，而是在针对这地区的教会。而当对他们在讲的时候，其实也当我们在读经也是一样，会在看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这边一开始在讲到说我是使徒保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以色列人，应该说跟当时的基督徒有很深的连结，但是在大部分的书信当中，他都要强调他是使徒，他跟耶稣的关系。所以透过这样强调，透过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看很多东西，当我们越需要强调，就是越有问题的地方。当我们在看使徒信经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他们领受了很多圣灵的大能，所以他们很简单说我信圣灵。然而当他们要花很多心力去解释的部分，也就是大家在当中不懂的，在当中不了解的，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人的群体当中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要花了很多的口舌去解释半天，大家也是听不懂或不愿意听，我们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一直在解释，一直在分享。在当时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情也是如此，他们用了许多的篇文、许多的文字、许多的言语、许多的时间在解释这些。所以保罗其实很多时候也都在解释他是保罗，他要强调我是使徒保罗，我是使徒，我是遇见过耶稣的人，所以他也常常在讲到说他遇见耶稣的那一个见证。因为那个时刻他成为了使徒，耶稣特别拣选他来跟随耶稣，所以这福音也因着保罗传到外邦。所以他这边说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的选召，也不是人的委派。所以你们要说人为的我没有。就像我们现在传道神学生毕业之后要成为传道，要有总会的差派，或许说用抽签的，又用媒合的，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会有一个总会的派令出来。所以这当中也就是一样，像人的选派成为一个传道，成为一个牧师。但是人成为一个传道，成为一个牧师，就只是人的委派吗？更重要的是上帝的拣选。所以他说我做使徒不是由于人的拣选，是由于上帝的拣选，拣选了我们在这样的职分当中，不论成为牧师，成为传道，成为长老，成为执事，我们要认定这一点，上帝拣选你，让你在这个位分当中来服侍。那你有没有看重你的这个职分，还是你只是看重这个头衔？所以这很重要，在当中上帝的拣选，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跟随的是谁。所以他说我不是人的拣选，不是人的委派，而是耶稣基督和那使他从死里复活的上帝指派的。所以在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回来上帝面前去厘清。我还记得当我拿到牧师资格，在当中接着就是要被封牧，以前的一些同工就会提醒我说，这段时间你需要好好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去厘清这是不是你要走的路，是不是上帝的拣选。如果是上帝的拣选，就大步的迈出去，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上帝的拣选，上帝会为你负责，上帝会带领你走这条路。如果只是自己的一己之私，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那个位置，其实在我们台湾要成为一个
传道成为一个牧师并不难，念完神学院有地方去。其实现在有超多的神学院，甚至有些神学院他们的把关并不严格。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上帝的呼召在当中？我们要成为牧者，是为了什么缘故？是因为我想要有牧师这个头衔、这个光环吗？其实，如果在人间的来讲的话，保罗他继续走他原本的路，或许他可以成为大祭司，或许他可以成为那时候的领袖人物。其实他那时候已经算是一个小领袖人物了。对他来讲，他要往上爬不难，他要这世上的光环并不难，他已经拿到一些了。但是他愿意放下这一切，世上的这一切，所以他后来说：“我视这一切过去的一切为粪土。”因为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生命一个大的转变。后来他的见证在讲到说：“我原本是在捉拿耶稣以及他的党徒的人，我在捉拿耶稣的门徒的这些人，到后来我成为传扬耶稣的人。这若不是上帝的作为，若不是耶稣的拣选，怎么可能？”所以在这当中，第一节在讲了，他要让他们清楚知道，我是使徒，我的身份不是我自己立的，不是谁给我的，是上帝，是耶稣指派的。所以这职分是属天的职分，不是人所给的，不是人给的聘书，不是人给的这种任命书，而是上帝亲自拣选他成为使徒。而当他在服侍的时候，也让大家明白，我不是一个人，是我和跟我一起的信徒们。这时候还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他继续的在牧养这些人。当然，在当中有几个面向来看，他的服侍其实一直不是一个人，其实都一直有人，不管是他在哪个地方，或是在监狱里面，其实一直都有人在来听他讲道，来跟他辩论，来跟他分享。一直都有人跟他同在，而且他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有可能他那时候在罗马，有可能他在其他的地方。他写信的时候，常常就说：“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会点名这些人，问你们安。”所以他说：“我和跟我一起的信徒们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各教会，也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的教会，在某些人家庭里面的这些家庭的教会。现在有很多教会都称为家教会，在家里面聚会的教会，在某些人家庭里面，在那边敬拜。当我们在看彼得被抓的时候，他离开监狱，他就进到某人家里面的教会去问他们安，跟他们聚会。这也是我们在讲的，是不是进到某个人家里面有这样小组的聚会，我们邀请人来到我们家里面来聚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加拉太里面可能有非常多教会在那当中被设立了，而这样的传道人可能每一天每一周到每个人家庭里面去做宣讲福音，去造就弟兄姐妹。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他还讲到说，我和跟我在一起的信徒们写信给你们。其实这就是一种连结，就是一种连结。你们不是孤单的，我们还有我们也不孤单，跟你们都在当中，都是兄弟姐妹。所以这也是我们牧师也常在讲的，其实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在中会当中，我们在整个长老教会里面，其实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这间教会。我们在这地区有这地区的区会，我们在这地区有我们的中会，其实这都是一体的。
常常我们都会在讲到说，台北中会有大概100间左右的教会。其实，在整个来看，这就是一个教会，一个中会就是一个教会。所以当中我们要彼此来连结。其实当我去募款的时候，也会在讲到说，其实我们彼此是肢体，我们教会跟教会之间是肢体，而我们为了这些机构在募款的时候，这也是我们的肢体。我们彼此是这样的肢体的存在。而在教会跟教会之间，也包含了教派与教派之间。其实有很多教派，我们也是彼此是肢体。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去分，我们是长老会，你们是浸信会，你们是灵粮堂，我们没有关系。其实当你回来看圣经的时候，这是彼此是肢体，而在当中是可以互相帮助的。其实很多人在信仰上没有站立的稳的时候，就会开始分这些你我。然而上帝要我们的是能够更加的合一，在教派当中合一，在教会当中合一，在中会当中合一，在许多地方是合一。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代教会里面其实有分啊，你是属于谁的？这也是我们常才讲的，我们是长老教会，啊，他们是浸信会，他们是福音派，他们是灵恩派。这不就是一种打群架吗？不就是一种分党吗？结党结派吗？这不就是像保罗在说的？很多人说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谁的？其实很多人很喜欢这样讲，讲了之后就是，其实当在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一直在出现。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很好的传统，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都在排外。所以这里面在讲的，其实是在连结跟我在一起的这些信徒。其实保罗也很努力，把他所牧养过的人，其实能够有一些连结，包含同工，包含教会。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连结。我们常常只做某一些连结，比如说我的母会，谁的母会，做这样的连结。我认识的人要来募款可以很快，其他的就觉得很多理由，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在当中。所以讲到说，跟我在一起的这些人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前面在讲到说，其实每一次写信的时候，他写这封信是给那些地方的教会轮流去宣读，甚至会给另外一个地区的教会去宣读。而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都会说：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其实有些人也会说，恩典跟平安是两种不同用语。德语跟习惯使用希伯来文的和希腊文的人来请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会常常到不同的群体当中，像现在我们台湾有超多群体的，我们说大宗的有谁？有讲台语的，有讲华语的，有讲客语的，现在还有许多原住民10多种语言，也有新住民，不管是东南亚、东北亚、欧美人士在我们当中。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种语言，所以进到每一个群体当中，我们都会尽量的用不同的语言来打招呼。就像原住民的教会来到我们这当中的时候，之前有玉山神学院的学生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如果你会一些台语的话，尽可能的用台语来讲，把你会的都讲出来，这样可以增加那些亲切感，可以增加那种认同感。对我来讲，我不可能会要求他说你要来用台语讲道，你要整篇用台语，不可能要求他。但跟他说，
你会多少就尽量的使用。当然保罗没问题啊，保罗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在有几种语言对他来讲都不难。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他跟过一个很有名的老师，所以他在希腊人当中他是有身份的，他是会希腊文的。而在他的犹太人当中，他希伯来文也应该是 OK 的，所以他在当中他可以接触了许多不同族群的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要多学一点语言，当你会台语就可以接触台语族群的人，当你会华语就可以接触华语族群的人，当你会英文你就可以跟讲英文的族群，当你会日文就可以跟这些族群在一起，你就可以开你的眼界，你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一群人。而对他来讲也是一样，他祝福着所有当时的人。所以愿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们。基督为了要做我们脱离这邪恶的世代，遵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所以这也是可以放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来看，基督为了救你脱离这邪恶的时代，照着上帝的旨意，上帝差遣他来到这世上传道，带人悔改，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以麦基洗德的身份姿态来到这当中，成为那献祭的人，成为那献祭的羔羊，为了我们的罪来摆上，为了我们的罪来献上这赎罪祭。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是被上帝重价赎回的，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将我们赎回。愿荣耀归于上帝，世世无穷。阿们。所以保罗常常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打招呼，在请安，在祝福着当时的人。愿上帝以及耶稣基督的平安恩典与你们同在，也愿荣耀归于上帝，世世无穷。而当他这样请安完之后，其实他也开始在提到问题了。他说：“我很讶异，你们竟然这么轻易的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典选召你们的上帝，去随从另一种福音。”所以常常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用尽了许多的时间心力，把这福音要试着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来领受。当然他这边也提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也就是类似刚才讲的，我前脚一走，后脚就有人带了不一样福音进来，你们就跟着那些人了。其实这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是如此。我们也常常进到教会里面，听到哇，感谢上帝，赞美上帝，哇，我们的心就在这当中。但是一走出教会的大门，完全就变了，成为世俗了，进到这世俗当中。我们看到许多人也就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担忧？其实包含了我们许多的同工也是如此。虽然是同工，虽然是长老，是执事，但心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人对于信仰，对于福音并不清楚，对于上帝的教导并不清楚，所以别人一讲就跌倒了，别人一说就跟着走了，就会觉得这也有道理哦，这也对哦，所以也跟着在质疑保罗。保罗真的是使徒吗？他传的福音对吗？好像你们讲的比较有道理哦。其实都一个状况，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有一个警觉，就是
好像离开了人就没有说话权，在那当下我们就比较信他。所以当保罗在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好像这样听；当他离开的时候，别人一进来，他们就被带着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如此，在信仰上其实真的没有扎根。虽然说从小到大的教会里面，但信仰并没有扎根，所以当那恶者进来，很快就跟着走了。当有些人进来跟你讲了什么东西，你就觉得这好像也对，然后生命就沦陷了。所以当我们在看这许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惜。但是我们回来看，并不是没有用心栽培啊。从主日学，从青少期，从到成人，其实很多教会是这样带领，然后带查经，带什么的，带聚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真的没有扎根。就像我们以前常常在开玩笑的，在团契聚会里面，如果是娱乐性的，人就非常多，吃喝玩乐人非常多。但到了专讲，到了查经，到了祷告会，大家开始说啊，那天怎么样，哪边怎么样，哇，那个很无聊啊什么的，就很多，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参与。所以教会才会在讲到说，我如果祷告会有1成人参加，这个教会就会很复兴。也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教会祷告会都不到1成的人，甚至祷告会常常只有2个、3个，就牧师、司琴，然后可能会有个司会或者一个长老，他不得不来，就这样子，常常是人非常的少。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的生命没有建造起来的时候，当教会弟兄姐妹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问题，面对到这样很多的挑战，其他的人的话语进来就会听了，甚至带着这些东西进来的人，可能不是外面的人，可能是里面的同工。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真的为什么一直要邀请大家，我们要来灵修，要来读经，也就是真的要领受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别的东西进来，我们就不会就这样傻傻的什么都吃进去了，就会有辨别能力。所以他说，其实并没有另外一种福音。这边讲到说，你们就去跟随另外一种福音了。但是他说，其实没有另外一种福音。我这样说是因为有人前来骚扰你们，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所以很多人在讲的东西都是，你们听到这个，但是他的解释是歪的，是错误的，是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分享都是这样子。我们听到很多人的分享，其实他根本没有回到圣经，就像我们在读经分享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进到圣经里面，他把圣经读过去，然后就放在旁边讲他自己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团契小组的聚会都是这样子，也都会说我们有祷告啊，我们有读经啊，但是没有进到圣经里面。他们所分享的，就像以前人家在批评说，有些牧师讲道跟经文没关系啊，读经归读经，讲道归讲道，每次讲道都讲他要讲的那一套。甚至有些人在讲到很多9型人格啊，讲到很多现在的，在讲到什么 E 人 I 人啊等等的，讲到16种性格，或者说讲到很多商业界的东西，讲到很多成功的例子什么，讲了一大堆，跟经文有关系吗？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在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都跟教会没有关系，只是为了讲道而讲道，讲了一篇他想要大家听的，甚至拿了一些书，照着书上所说的来讲。所以这当中也都是我们要去省思的。这些人所传的是福音吗？是另外一种福音吗？
所以在讲的好像都是牧师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长老执事在讲的也是一样。当你注意听，你会发现里面没有上帝的话，好像另外一种福音。到这边在讲，没有另外一种福音，所以他讲的就是歪理，就是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说：“我这样说，因为有人前来骚扰你们，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这些人在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查验的也包含现在在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所说的，可能有些人讲的都是有问题的，可能他讲的都没有基督信仰的在里面，而这些人他们的分享都没有在圣经里面的领受，这当中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有可能很多人也带入很多奇怪的东西，甚至现在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所说的，当你把它解析出来，发现，这不是佛教的东西吗？这不是道教的东西吗？你会发现他讲的，到底基督信仰在他生命里面有什么吗？会发现他讲到后来，好像没有基督信仰在里面，只是有一个空壳在那当中而已。所以这真的，这也就是保罗在提醒的。保罗在对加太教会所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这许多人进来，可能带着许多犹太的想法在当中，犹太人的想法、犹太教的东西在这里面。但是在当中，他们有真的认识耶稣吗？可能没有。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有没有基督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这边讲到说，有人前来骚扰你们，想要改变基督的福音。但是在这当中很重要的第8节这边说，其实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我们，其实也可以再讲，如果这个牧师所说的不是照着正道来讲，不是照着福音，不是照着圣经来传讲，第8节最后说，他就应该受诅咒。所以这边讲到说，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我们这些写信给你们的，我们这些在牧养你们的人，或是天上来的天使，要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受诅咒。其实这种话前几年在同运的时候，也是有人这样讲过。我们这时候讲的就是如此，我们坚持的就是如此。以后改变的话，你也可以把我们赶走。所以就是如此啊。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照着圣经来讲。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检验你的牧师，检验你的长老，检验你的执事，检验你的小组长，检验你们教会许多的人，也检验你自己。所以当你要检验的时候，要先一件事情，先回来，先进到圣经里面来。当你不读经，你怎么检验？当你不灵修，你怎么检验？当你福音临到你的时候，你不听进去，你怎么检验？所以我们就是要听进去，吃进去，活出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说他所说的是错误的。就像亚波罗一样，当他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对夫妻跟他说：“亚波罗来我们家，我请你吃饭。”来我们家吃饭。当亚波罗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夫妻就对亚波罗跟他传福音，帮他把基督的福音补足了。亚波罗很厉害，他很愿意去传福音，但是他所传的少了一个部分，所以这对夫妻就对他来传讲，让他听完之后继续的去把福音传得更完整。所以当我们在检验别人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不是在传另外一种福音的人，让我们不成为那些传
异教邪说成为异端的人。所以第8节讲过一次，第9节这边再讲一次，他说：“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我再说，无论谁要是向你们宣传另一种福音，跟你们从前所领受的不同，他应该受诅咒。”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大布道家，都一样。即使是宗会的议长、总会议长，都一样。他所传的是另外一种福音，传的是错误的教导，那他应该受诅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讲得非常的硬，就是如此。所以这也是牧师在讲的，其实我们需要拉出一个高标来，不是在低标。有来教会就好了，有怎么样就好，他愿意来就好了。这样，其实在讲的是我们的同工不是只用低标来看。当我们一直用低标的时候，这福音就很多的问题。当我们一直用低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子而已。当前面在讲到，如果大家都只拉了低标，那低标会不会是耶和破案的那条线，让我们一直陷入在永死当中，一直陷入在这个受咒诅的状况里面。所以我们是要把人带出来，进到上帝的应许里面，去领受上帝的祝福，而不是要带领人一起进到列王记里面讲以色列国那样子，一直陷入在那种状况里面。所以其实这当中一直是很挣扎的一个状况。这边在讲到说，我这样说是要赢得人的称赞吗？不是，是要上帝的嘉许。其实当很多牧者真的讲到，真的讲起好好的去讲的时候，其实很受挑战的，因为他大部分不喜欢听这些，大部分喜欢听笑话，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听鼓励的，喜欢听祝福，喜欢听怎么样来成功。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讲的时候不愿意好好的去传讲，挑着讲，就像我们在讲的柿子挑软的吃，一直吃软的没有办法真的成长，没有办法真的长大，一直挑软的人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在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当牧师真正在讲的时候，就开始会在讲说，牧师你讲得很沉重牧师你这样讲很沉重牧师你这样讲怎么样，就会开始假如你讲这些人都会跑掉所以也就是回到第10节这边在讲了，我们在传讲福音是为了人的赞许吗？为了得到什么呢？这边在说，我这样是要得到人的赞许吗？不，是要上帝的嘉许。难道我想要讨人喜欢吗？如果我能想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常常在讲话，在写信都很硬，就是这个标准，不容妥协。确实，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牧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妥协，有很多的退后，我们都拉不到那标，军标可能都拉不到，可能都拉低标，都觉得大家听不懂我就讲这些，这样就好了。然而我们需要的是把上帝的道理真实的讲出来，很硬的也要讲，不是只有讲软的。一直讲软的人不会成长。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教会他们就是这样抄下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不喜欢这样被抄，不喜欢硬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他这样真的成长起来，领受很多祝福，就是他们好好的传讲，好好的操练，而不是这个也不要那个不要。
当孩子这个也不要那个不要的时候，你当父母会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在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也让我们去看见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来调整。是开始是跟他说啊，你不要就不要给你了，还是因着他的需要给他？所以第10节这边说，我这样说是要得人的赞许吗？要得人的称赞吗？难道我想讨人喜欢吗？不是，是要上帝的嘉许，不是要讨人喜欢。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他很努力的需要连结教会与教会的关系，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是，他要人的连结，更重要的是人与上帝的连结。我们今天经文在加拉太书1章1节到第10节，让我们找点时间来读今天经文，来默想今天经文，让上帝的话语对你说，让上帝透过保罗所写书信，将这些话语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也要成为你跟教会的祝福，成为你跟教会的提醒。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被你拣选，领受你的恩典。主，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常常没有清楚你的福音，没有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你。主，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更深的与主你来连结，让我们透过每一次的灵修当中，你就对我们说话；透过每一次的小组当中，彼此的连结，彼此的牧养，在礼拜的过程当中，你也持续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福音，更明白你的教导。当错误的教导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以来辨明；当有许多错误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教导那些人。主要让我们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回到你的权柄里面，来顺服在主你的带领。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恳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也看顾我们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你的浇灌。感谢主，将我们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将我们的教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愿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愿上帝赐福于你。